天狗力历经半冬的时间，现在已经将伊处返。为感谢所有协助防疫单位以及市民志工，台南市政府27日举办表扬典礼，邀请参与防疫国军兄弟、学校团体、社区志工等来到市府接受市长黄伟綽表扬。非常感谢国军弟兄的支援，总共动员15000嘛，15900多人次，好，包括39化兵群、54工兵群，好，弟兄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动员200位，好，来帮忙这个做化学防治，还有做这个水防治，好，这个水雾，还有这个化喷，好，那也感谢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，来做领喷，还有做强力滋清，更感谢我们的所有环保志工，在大规模这立业巡被清的巡的帮忙这几瓜，包括巡道清刷，包括一些积水容器的清除，这些没有这些疫情一定更严重。市府表示，陆军八军团39化学兵以及54工兵群，至今总共支援19000多人次协助防疫，各区里400多队防疫志工，嘛动员20万人次。每礼拜进行社区积水容器巡查，彻底清除滋生源。市府也呼吁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天狗力防疫习惯，平常时爱顺看社区周遭环境，落实巡倒清刷清除户内外积水容器，杜绝白白网的滋生，才会当有效抑制天狗力发生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